大家好，我係 Hugh。嗱，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5個年賺過億嘅量化交易者啊，5個都係市場上獨當一面嘅 quantitative traders 嚟嘅。嗱，呢5個人咧其實都好出名啊，如果唔識佢哋，而家就睇一睇啦。第一個 James Simon， 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嘅創辦人，呢個唔可以唔識噶啦，被譽為量化交易界嘅天才。早喺1982年已經利用電腦喺證券市場研究交易模型，喺2016年所賺嘅盈利達到15億美金。而家佢嘅公司已經管理緊360億美金嘅資本。齋計2005年嘅戰績咧，佢係全球收入最高嘅對沖基金操盤人，一年內自己落袋15億美金，差唔多係索羅斯嘅2倍。而最值得留意嘅係咧 ，James Simon 幾乎係冇請過任何華爾街嘅一般分析師，佢成間公司坐得喺度嗰啲咧，都係數學同埋自然科學博士嚟嘅，因為佢嘅對沖基金正正係用電腦對市場進行量化分析，用數理去研究市場嘅獲利策略。好啦，第二個 David Shaw，D.E. Shaw & Co 嘅創辦人，前哥倫比亞大學嘅 Computer Science 教授嚟嘅，利用數學嘅算術同量化技術創立咗對沖基金。2016年一年內獲利近4億美金。喺未創辦自己嘅對沖基金之前咧，佢喺 Morgan Stanley 度做啊。而家連佢本來旗下嘅幾個分析師咧，都已經創辦咗管緊數十億美金嘅資產管理公司，包括以下呢一個 John Overdeck， 可以話係跟過 David Shaw。16歲嘅時候攞過國際奧林匹克數學比賽嘅銀獎。喺2001年創辦咗 Two Sigma Investments， 利用量化交易策略令佢嘅對沖基金快速增長，以數據為本嘅計算方法喺股票同期指市場預測走勢。2016年內獲利3億7千萬美金。再嚟 David Siegel， 亦即係 Two Sigma Investment 兩大創辦人嘅另一位啦，麻省理工 Computer Science 嘅 PhD， 同 John Overdeck 一齊都係以量化分析去管理佢哋嘅對沖基金。2016年內同樣紀錄係獲利3億7千萬美金。最後一個啦 Peter Mueller， 望佢個樣都夠開心噶啦，被譽為新世代量化交易大師。應該我哋呢一代學量化交易嘅咧，都成日見到佢噶啦。1993年開始利用電腦數據統計去進行量化交易 ，PDT Partners 嘅創辦人。本來 PDT 咧算係大摩嘅旗下嘅，但之後 PDT 咧就離開咗大摩，成為咗獨立嘅公司。2016年內獲利2億美金。嗱，咁睇到呢度咧，有啲人可能會問嘅，喂，個個數學都咁把炮嘅，我會考數學攞 E 嘅啫，咁係咪做唔到量化交易呢？嗱，唔係嘅。如果你本來數學好勁，數理好強咧，可以話係對量化交易有好大嘅優勢。但係其實量化交易嘅所有複雜理論都係基於加減乘除嘅啫。你識加減乘除其實已經 OK 嘅啦。要用量化交易去獲利咧，數學係緊要，但唔係最重要嘅因素。要搞清楚，我哋係 trader， 唔係數學學家。其實今日呢段影片咧，除咗想俾大家認識下量化交易嘅威力之外咧，係想講一個 point 嘅。嗱，我唔係喺度吹奏量化交易，講到好似話哇，一用量化交易就年賺過億咁樣，唔係。如果你本金得個1皮，咁俾你年利率達到80%咁勁，都賺唔到過億啦，得個8000啫嘛。要賺到好似呢班友咁樣咧，都講好多條件嘅。但係大家要明嘅係咧，量化交易其實已經流行咗好多年噶啦，早喺80年代已經有人用緊。去到而家2017，其實一街都係量化交易者啊，都係嗰句啦。如果你本來係量化交易者，你唔使咁囂張，因為一街都係。但係若果你未聽過量化交易咧，都唔使覺得好神秘，或者覺得哇未聽過，肯定唔係好嘢啦，唔使咁樣諗嘅。量化交易嘅理念雖然同平時成日講嘅價值投資啊、基本面分析啊嗰啲唔同，但係其實各有各嘅優勢。你可以用價值投資令到你嘅身家翻好多倍，你同樣可以用量化交易喺市場上賺到暴利嘅，兩者係唔需要敵對嘅。即係話你本來係價值投資者嚟嘅，你唔使覺得啊量化交易廢啦，輸死你啊，唔使咁樣嘅。相反，你係量化交易者都唔使覺得價值投資係傻仔啦，唔使咁樣嘅。嗱，嚟緊呢，我哋會以一啲量化交易嘅概念去講解期指交易竅門，俾大家睇下量化交易究竟適唔適合自己。